我想大家咧再俾啲掌聲鼓勵下麗珍，因為咧平時佢好怕醜啊，但係咧好勇敢，係咪啊？好，咁啊俾阿麗珍你分享啦喎。我係林麗珍，係第一組嘅見證灑水。我在2001年十月決定信主，得到我的女兒。20年18年初開始編請我返教會，我沒有一口答應，還有跟女兒說，待我日後受浸，我才到教會去觀禮。同時9月，我被確診到嚴重嘅吉洛梭桑症，家人和我都十分擔心我自己的身體。信主的女兒為我祈禱，並向我傳福音，讓我知道主耶穌為我們的罪釘死十字架上，使我們的罪得赦免。女兒跟問我是否願意接受耶穌基督成為我生命的救主，並讓主耶穌保守顧我和醫治我。我表示願意，並作出你決志祈禱。往後我晚上睡前，女兒與我同在一起祈禱，求天父醫治我。我亦開始每遇與女兒一起到教會參加主日崇拜日。咁咧麗珍，我又想問下喎，咁咧你就決咗志信耶穌之後咧，其實身體咧都有啲轉變啊嘛，係咪啊？我哋每個老友記咧都會面對身體嘅情況，咁你咧又用啲乜嘢嚟咧去為自己咧去面對呢件事咧？面對耶穌醫治我的身體。阿麗珍咧就常常都祈禱喎，佢又經歷咧天父保守佢啊，所以咧響信主之後咧，本來面對身體咧都好多擔心，但係咧因着祈禱，麗珍係咪咧有平安啊？係啊，有平安。係啊，咁咧你翻嚟迦南牧區咧，你開唔開心啊？開心啊！見到好多老友記。係啊，係咪好期待？係啊，同埋啲牧師同埋組長。好啦，咁咧就多謝麗珍同我哋分享。唔該晒，俾啲掌聲麗珍同埋我哋啲天父好唔好啊？哇，好感動係咪？記得訂閱千物見證頻道，撳埋個鐘仔，同埋幫手分享、點讚，等更多人認識神。